哦，来，我先来翕一寡相哦。我要来翕相。没有关系，video 啦。来哦，有图为证哦。赞，跟我们专业摄影师来。嘿，赞。Hello。
已经全部都登船了哈，请大家是不是能够把位置就坐哈？我们即将要开船了。那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 program 要进行哈，大家可以待会再照相好不好？好不好？哦，麻烦请大家尽快就坐，就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船哦。好，请大家赶快就坐，我们要开船了哈。好，首先呢，来问大家有点这艘船棒不棒 ？OK， 那待会呢，我会先让 Captain 做一些 safety 的 announcement，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今天的节目了。今天晚上呢，大家知道哈，我们 open bar 哦 ，open bar。白酒、红酒、啤酒随便你烫你哦，好不好？哦，随便烫你哦。OK， 然后但是如果你要搭配的话，搭米腿，麻烦你可以挂好，那就要米腿好不好？我们今天的行程是3个小时，那我旁边我美丽的主持人可以加一拍摄给你们的拍摄2小时8分钟好。待会我会介绍我们今天的行程哈，跟你们介绍一下纽约美丽的夜景跟黄昏的景色。这个帅。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the Infinity, and this time we are ready to set sail. But before we do, we just have a very important safety announcement to go over. The Infinity is inspected and certifi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By Coast Guard regulation, we must let you know the location of the ship's safety equipment. There are life jackets located on this deck in the very front of the vessel. In the benches, clearly labeled life jackets. There are additional life jackets located here on the first deck in the back, also in the benches labeled life jackets. There are additional life jackets located in the back on the second level, clearly labeled life jackets, as well as outside in the front in the lockers labeled life jackets. There are additional life jackets located on the third deck, also outside on the top deck. Please do not stop or stand on the stairs at any time, but especially when the ship is docking. Also, please use caution when moving through our doorways, as some of our doorways have raised thresholds. Also, there is absolutely no smoking or vaping inside the vessel. If you would like to smoke or vape, you can go anywhere outside. And with that, we hope you enjoy your cruise this evening. OK， 为了让大家今天忙了一天哦，也肚子饿了，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尽快的来享用我们的晚餐，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要开始哈。那请大家能够先安静一下，好不好？首先呢，今天晚上我们总会的特别安排的一人团棒棒。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我们今天晚上主人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江俊麟会长上来致辞。他说要给他5分钟，好吧？那我就即兴表演一下。好 ，OK， 好，那我就让Peggy 今天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贵宾，好不好？好。那 Peggy 你先。没有 Jeffrey 还没有自我介绍 ，Jeffrey 你先请自我介绍一下。大家都认识我，不用自我介绍，我是快要下任的秘书长。哦，再过2天我就退伍了，谢谢大家。辛苦的秘书长，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那我是纽约青商的 Peggy， 也是北美洲青商的副秘书长。那我们北美洲的青商长欢呼一下。好，那因为我是纽约的人，所以我在这边郑重的欢迎大家来到纽约。我们纽约的河景美不美？好，等一下我会稍微的介绍一下我们会路过的一些景点。那在做景点介绍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先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
会长交给你。好，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北美州台湾商会联合会首长张建民来我们支持，谢谢。各位北美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贵宾，的好朋友，还有我们世界总会的贵宾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江俊霖。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来纽约。今天真的很开心，在这个因为这也是我的毕业典礼。我一直在想说，怎么样让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住得舒服，吃得满意。就是我应算的是，我有讲，希望有法度互大家食好、住好爽、生好跳。再过个2天，我毕业典礼就快结束了，然后大家再给我评分。然后呢，第一个非常感谢我的团队。尤其是那个我们的秘书长许寿文，打一个胖红包我。那我们的团队很打拼，也很希望让大家在这次纽约的1件事的会议和活动，留下最好的回忆。过去的1年，我得到了大家很多的支持和帮助。这1年来，我学到了很多。我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长，也在大家的帮助下提升了自己。在这里我要对各位由衷的感谢，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和支持。今晚我们大家放松心情，和旧朋友寒暄，也认识一些新朋友，希望这次1件事会能成为大家美好回忆的一部分，也让纽约的夜晚因为我们的欢笑而更加美好。再一次感谢每一位先进，因为有你们的支持和提携，让我的总会长任期可以这么的顺利，这么有意义。你们的支持和参与，也让我们的北美大家庭更加团结和强大。每一个微笑，每一个交流，我都会铭记在心。感谢大家。好，谢谢江宇江会长，谢谢。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李光的大使我们支持。这个秘书长非常厉害突然来一个 ambush。Well anyway， 这个首先呢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贵宾以及全美各地的好朋友们来到纽约纽约是大苹果，可能人家说纽约有3个这个特色，叫做好脏、好乱，但是呢有一个叫好好，所以有3后啦所以各位呢脏的部分、乱的部分呢稍微容忍一下，那好玩的部分呢大家 enjoy。祝大家在这边的停留期间呢，愉快也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使，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李天星七哥为我们讲几句话。总会长。首先跟大家说抱歉，因为我们江总会长讲说是后天我才讲话，今天我不讲话，我今天只有喝酒，我昨天又请你喝西。最重要的就是所有北美洲的兄弟姐妹真的跟我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来这里，因为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七哥，哇，真的心里满满的很温暖真的感觉好像真的回到大家庭。我想我也要参加我们北美洲台湾商会。好，那我今天来纽约，我就参加纽约台湾商会。你们有什么就开始讲会，好不好？我真的很高兴来到北美洲，而且来到纽约，看到这各个这个可爱的面孔，
亲切的打，这招呼真的很高兴。谢谢你们，回到家庭一样，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家事业成功发大财，谢谢你们。谢谢哥。那我们看，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世界台湾商会名誉总会长黄金总会长上来致辞。好，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名誉总会长林桂香女士为我们致辞。我有听到叫丁老阿姨，对不对？所以可见呢，我们是前辈，我们是长辈。首先呢，我要感谢我们的江建林总会长还有夫人呢，为我们安排这么好的一个这个 Love Boat 的这个晚宴，更谢谢他的团队，这是要同心协力才能够摆出这样的一个场面。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最大的掌声来，谢谢江总会长还有他的团队。尤其是我们的秘书长 Jimmy， 我觉得我们的江总会长就是规格最高的。我们刚刚从台湾5个多月以前，对不对？从台湾回来，那我们台湾开会的是在万豪酒店，也是这个规格最高。然后呢，一日游也是最棒，是走宜兰县啊。那天没有去的人非常可惜，因为我们享受了一天最美好的旅程。有趣的人，那是自己举手。这么好的团队，我们应该要期待明天会更好。然后呢，希望江总会长们能够更上一层楼。这个年轻，既然是年轻人的世界，我们大家现在来跟他做一个最鼓励、最大声的掌声，谢谢他，也为我们将来开更长、更高、更远的路。好，谢谢，谢谢。名誉总会长。我们这次太兴奋了，还有一位世界台湾中文联合总会刘文堂干事长。谢谢。认真的还有是名誉的，我是最幸运的，我刚下飞机，我的行李现在在3楼，还没有住进酒店，能够赶上7点半这一班船，是真的是我非常大的幸运，也谢谢这个江总会长特别安排人家去机场接我，直接就杀到码头，这个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我跟这个总会长一样，我大概有20年没有来到纽约了。那我上次来纽约的时候，那个双子星大厦还在，现在没有了。所以呢，能够参加北美洲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大的荣幸。那我仅代表这个我们欧洲的那个总会长来，我们欧洲有一些人来，能够来参加你们这个北美洲，然后在这一个船上能有共同这个盛会，也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也谢谢江总会长，谢谢。OK，我们江总会长呢，他跟我说他意犹未尽啊，所以他还想多讲2句话，我们请江总会长上台一下，好不好？不是啊，我只是要补充一下，我要感谢我的应当说就是我们创会总会长蔡仁泰先生，我们这几天的酒水都是我们蔡仁泰总会长给我赞助的，我们感恩家。我们名誉总会长蔡仁泰总会长呢，他很开心，就是说希望他本来很希望来这边跟大家同聚在一起。可是可能就是因为他现在人在台湾比我都很难他也跟我跟大家说一声说好。然后呢，我最主要是因为我这一次有我们市总有那个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算是我同学他答应也就是来我们这边支持我的活动。然后呢，我希望我北美洲也能支持他去
就选下一任的世总的总会长。他也是我创办团的同学啊。然后拜托那个支持一下，好不好？来自大洋洲的熊强生。谢谢主席。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个江总会长也是跟介绍过的，也是我21届海外创业凯博的同学那这一次我应该算是最远道来的客人了我们大洋洲的他在赶吗？还赶过去没有？阿吉平方是奥克兰来的。具体上过来讲，我选应该是比较有意思。坐飞机的都很所以很高兴我是第一次来纽约其实我美国的渊源是我在40年前也在北卡念过书，我在 Raleigh， 我是NC State 毕业的。那我上一次有回来，有回到拉里是川普选战那一年，我也记得很清楚，是因为是2016年对，这次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回来，第一次来纽约那今天非常的很棒能够在2026年，也是后年，在不光以后面隔一年能够到我们雪梨来玩我们雪梨来念一下我们雪梨的小温我个人呢是已经移民到澳洲32年，从事的是 IT 的行业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在2年后在雪梨办活动，欢迎大家那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来认识这么多的台商前辈，很多都是以前有见过，但是都没有实际的在这里见到今天很高兴谢谢大家，谢谢。那个支持者好不好？熊强生够帅，熊强生够帅，熊强生，强生，够帅！还有一个贵宾，来自日本的前亚总会长，我们的谢敏香，他接下来他也是来这边他也希望说我们北美洲台湾商会能支持我们谢美香前总会长、亚总总会长来竞选这个监事长，跟来众议局江总会长，前北美洲的台商县亲们，大家好，我姓谢，叫米潘过年前有来过的州希望大家把恁神圣的一票支持我米潘，我较有勇气，我出来做教主任，谢谢，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今天大会圆满，谢谢。来，我们帮他加油一下谢美香，谢美香，谢美香，美香，高帅！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菲尼来介绍我们还在现场的一些贵宾。那介绍完贵宾之后，大概就可以开动了所以大家请大家等一下我们还有我们世界台湾社会联合总会营运监事长许文芳，然后是世界台湾社会联合总会秘书长谢明飞，世界台湾社会联合总会总会长助理周永明，我们北美洲营运总会长韦光明，以及我们下一届世界台湾商会联合会的总会长当选人汪董事长。今年的欧洲总会长林朗玉。
总会年轻监事长林国健。总会名誉监事长侯烈副主任。辛苦了。你被算干指定了，干指定了，唔知啦。大洋洲了。你被做人真是。亏准了，亏准了。这个看指定的一串。啊，用用你该用啊。然后是当时呢世界上最长的悬索吊桥，那这个呢其实可以在上面是走的。哎，哦，溜，来，进去来，来，水，我翕一个相片。我是爆料，我爆料。那不然就讲安尼背景最好。背景赞。错，我过来。地方就是我们的深藏唐人街。我们现在船行驶的正前方的方向就是我们纽约的很棒的镜头。我瞄一下。有点难。哇，背光看不到你，这没办法照。还好 Annabelle 在。对啊，我说
Lucky Seven，1、2、3，好，这个船会绕一圈吧，会绕到那边去。好，来，叫回去，来，好，你上来，来，已经昏过去了，飞过去了。I took really good.我有去越南，我甲你做一个专辑，阮迄个大纪元就是新郎有一个专访，我讲有伊专访讲去台南去越南这个安怎，我再寄互你，特别报专，特别报咱两个翕一张啦。谢谢。
站。